觀眾朋友，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，我阿明哥劉浩明。在台灣的山拿地方有一種茶葉啦，而且個冇乜個過太名嘅，同時也冇過太善良，但是又過單純，還有過年呢一啲生命力，用到台灣原生的山茶。啊！你今日有請到呢，係一啲做台灣原生山茶嘅一啲出人，啊，同時伊嘛係第14屆啊啲海峽兩岸檢茶嘅檢質獎。咁你馬上歡迎今日來賓，我哋呢詹彥福，有冇講好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來去美濃，我按照詹彥福。嚟，同時也不拉我哋嘅培訓嘛，來到我現場，培訓好。大家好，我係來自美濃嘅培訓。今日我分享兩位來到我哋嘅現場，因為頭先我哋有講，其實你得到一擺嘅一啲茶王賽嘅檢質獎嘛，嗬。培訓當初我想去比賽一件事情咯，因為一件事情做嘛悶死來啊，因為如果人強人就會做我哋比賽啦。因為咱嘅山茶冇人比過啊。係啊，山茶嘅米系吼又冇相同。係一擺呢就冇可能講，咱台灣嘅山茶有辦法比賽冇？係一擺就講，只可能用拍茶來比，安尼。一部分的地方喺咩前頭咧講講，他要說明下講，山茶同一般的茶有差別喺哪咯？做乜講山茶冇比過咯？因為山茶，咱講伊會變種啊，伊咩講像咱的扦茶呀，烏龍就像一種，啊伊用種子種嘅個嘛，會變呐，而米系就冇乜相同。嗰時伊啊品種唔係講像以前嘅從可能規球嗰種一種品種嘅一種茶，嗰時伊啊米頭如果問題，嗰啲山茶法，伊可能用種嘅，伊可能會變異，同時伊摘出來米頭冇見得強用。嗰一部分嘅話，我必須能用嚟去控制也問題嘅品質咯。也會主要重點喺也會氣候啊吼要穩定，冇落差太吼，也會茶就失敗。所以泡茶要做起來也唔係簡單嘅事啦。講簡單歸簡單，講咯也唔係好做。你天時一下唔好啊吼，你就破社會咧。但係如果講其實伊係啲歸看天時嘅茶種，但是然後比賽呢，其實比賽發希望愛啲穩定嘅一啲品質，同時穩定嘅量，嗰幾部分能用嚟去克服一件事情。因為我哋啊，有個量啊，因為已經吃過咩嗬，個量，我哋講品質啦嗬，一次差唔多都兩件啦，冇講幾多啦，因為氣候方面吃過咩，所以嗰冇人摘啊，人又唔識摘，所以講就按你一批批就差唔多兩件啦，左右啦，看天時唔好，我哋就唔會做唔得做，會失敗。嗰種入嘅比賽嘛，以當初要求嘅一種量差唔多多啊。伊要求本來講我5斤嘅茶，嚟講5斤茶太多嘅，愛講最少2斤就好嘅。2斤，係。嗰時2斤對人嘅茶廠來講，話應該如即個做出來，還是講我團朋友đều強？做得出來。啊，托過啊，然後先也個茶，我試過那也個米系好冇，那你托好嘅，咱拿去比安尼。嗰個時間蠻記得講去比賽嘅時間，而家2斤茶帶過去，而係現場泡，現場品嘗，然後嗰時間蠻記得有一度嘅茶種提嘅比較比賽冇，3-4人嘅吧。而家比賽有分組別冇？有啊，冇就全部拍茶。全部拍茶。係全台灣嘅拍茶。唔管係用嘅拍茶，反正如果拍茶類，好拍茶係一種組別，好。嗰時如睇拍茶嘅一啲，民眾有嘅組別地方去同他人向下比。咁形容咯，係一次要泡一道比，然後本現場嘅專家去評係咪？就泡300年就吃嘅米系啊。就有評分嘅標準啦。咁一擺停喺比賽咯。台灣咱的啲鹿谷嗰片，鹿谷。佢嗰時節比方嚟得到金質獎時節，嗱，先問爸爸想法樣嘅呀？想法喎，也有好回事咩？做是攞嚟比賽那種，錯都幾咁嚟比賽。也是，我演主辦單位，我哋係一個產，我哋只有演了有請我哋，我哋就睇下批下咩嗬。就茶就送，挨來就送茶去異地處理嘅啦。
原則上就安尼。佮幾時人接到天媽講，爸啊，哪都見這種哦。天的想法係乜呀？一見吼，啲度假啲人。也話吼，也主要講吼，因要評審啦吼，因也各有經驗的啦吼。只是講認同安尼查吼，最多安尼，限迄唔會查吼，安尼就對講吼，限要繼續等過10萬條的吼，所以伊種安慰獎用的啦吼。就主要還冇安慰啦，佢太鼓勵，不過唔係安慰獎。安慰獎是講咪咪下講有得獎人有參加都有得獎，跟人安慰獎，也算是一個佢太鼓勵的啦。因為對審查來講嘛，因為初通都能講嘛，審查文天都冇按過啊。嗰時其實對我團口卡，他講研究下啲文天都按過，我查中來畢業吧，其實得到金質獎冇簡單咧。係，幾時係要多多少少要因為講。可能會得獎，還是因為講第一擺來參加都可以嘅。第一擺參加就講比看啊啦，安慰獎嘛好啊，因為冇比過嘛，南部嘅審查冇咧比賽啊，就比看啊，因為講金質獎啦，下下講下真實係假嘅，安尼無卡就粗量嘅安尼，粗量嘅，伊哋係乜嘅？有兩個金質獎，伊個銀質獎。哦，咁兩個金質獎，伊哋係拍茶嘅。攏拍茶，三件攏拍茶。3件都拍茶。係。哦，咁我有三個獎咯。冇啊，伊就有分金質獎、銀質獎啊，還有一個優良獎啊呢。但是空一個茶種可以分3個獎。係，因為我們用個人啦，來爸爸一個名，來一個名，來媽媽一個名啊呢。對，如一家都有3種牌啦。係啊。咁都可以再加一啲人啊。對伊講啊，吼，安尼講好簡單條啦，對你都叫3批茶啦。係。3批茶哦，3批的茶吼，時間上冇相同。係，有得過耐的，有得時間過長的，有得半年的，就安尼。吼，迄個是做半年的吼，真係拋去愛經驗吼，也機會得啦。嗰時我想講半年的用爸爸名來播啦，吼。就以做的啊，就以做的茶，做的茶。啊，咁用批權的名來播係乜嘅呀？嘛金質獎啊。哦，係啊。係啊。哦，嗰時其實都有想到講，其實冇咁樣嘅階段的茶，如去試看下去比賽。好。咁中途都有已經講到嘛，講到講其實你睇人咧人生的審查，伊本身都有一種品質，唔係講過問題嘅，也其實按頭又講到托茶。咁嗰時也把路盡量去托到伊個古天問題的伊個品種係咪？伊個味道嘅茶葉係咪？那你就用一批一批安尼啊，強皮的啦，冇攬下伊就好嘅。哦，強皮，也皮可能2-3斤，那就吃也皮安尼。吃可能也米絲好冇，爸爸講以後也就用也皮安尼。但是有規定講也茶愛冰一舊嘅，還是講冇冰一舊嘅？有安尼規定冇？有講2年內。2年以內都可以。好，嗰時等於講也2年以內，你得用幾批的茶。要不然現在3批嘛，好3批比賽嘛，好。如果幾批的茶至少1批底杯溫天都如果相同啦，好唔好講同冇共樣規則茶嘅茶，好有啲南向下吧，一溫天都冇共樣，嗰時都有3批冇共樣嘅世界茶嘅茶，甚至頭我哋爸爸有講到講有啲變個半年啦嘛，半年去比賽嘅，好嗰時入去比賽，嗰時半年咧又得到金質獎，係，還有另外一張咯，嘛差唔多。會半年咧，冇差唔多半年。係，嗰另外一個銀質獎我都冇標按叫。係，新的啊。嗰種時間一件事情，係咪審查亦都佢從業為啲原因？咪重點啊！嗬，我聽蘇先有講過咩？時間地點、氣候、溫差一定有差嘅，氣候嘅變化啊。也有可能按年露天啊，一本濕嘛，好一本也做到好嘛，有個重要啦。重點呢，而家依啲好茶，團隊講起嚟講，管理方面最重要啦。我最基本，我冇啥藥嘅，冇啥除草劑依條嘅，要天然嘅啦。好保持天然，主要講吼，從個適合存嘅那矮啦，矮原則上咗，只要依啲原則啦。重點就啲啊。中途都有講到講氣候嘅問題。咁氣候問題，我哋外行人啊，我哋唔係講，呀氣候問題係講，呀看呀幾年嘅氣候，還是講唔雜嘅幾時節興一天，無論講天時講熱，還是天時講寒，係雜嘅幾雜年，還是講唔幾年嘅一種天時咯。重點嘛，嗬，
唔一禮拜內啊吼，一禮拜內冇落雨，冇落雨，再不能落雨吼，就差唔多就破手回來，也茶就冇救呀。因為要話也是沒有多年嘛吼，有個自然的，安尼去風去邊吹嘅，自然的，好，自然就過還有的重點地帶咯，有的做茶五花八門，所以有的要窩堆的嗰度要有細節啦，哦，有細節也是太高。對香港的海豚人來講係冇問題，係。咁像譬如人的茶葉喺哪呀？喺美濃龍都嗰邊。龍都嗰邊嗰個唔算是高山茶嘅嗬。唔算高山嘅。唔算高山哈，嗰所以冇按明顯的一種所謂的氣溫上的一個改變。嘛會啊，因為咱那邊濕度過重啊。靠山都有濕度啊。茶葉吼如果有濕度啊，來爸爸講霧氣啊。冇迄茶不會甘甜安尼啊。嗰所其實做茶一件事情其實係冇簡單嘅，嗰所得到一件這種嘛係冇簡單嘅。有時候我看到節目我哋買嗰度過程菜故事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上一檔節目來自我哋美濃，同時嘛係我哋台灣人生山茶嘅青年，我哋嘅煙火哥還有培訓嗰種現場，同你分享講當初去比賽嘅過程。我想請問一下煙火哥，因為其實這個做茶作為幾久啊嘛嗬，差唔多一度哪久開始做呀？開始做茶啊？很細年呢，曉得做事情。我哋就開始會做弄茶啦。嗰時做茶葉嘅行業，一直係人對阿公還是對爸爸嘅傳承？係都係有天台嘅。天五台哦。一直都睇美濃做茶。可是因為人哋從頭會提講，他一天要高山啊、溫土冷啊，但是美濃又冇安尼高山，我當初會睇美濃上去做茶。主要嘅氣候地點嘛，品種意思冇相同。口味一啲冇相同。冇錯。好，個做法啦，好，樣樣嗰度，呢樣嘢，佢重要啦。重點冇第二。佢將唔知個學會做茶一件事情，對茶禪出來嘅味道，一種人因為最大一個樣嘢係嘛，就講你做茶嗰場地方有乜嘅一種我哋講關鍵，嚇，係可以影響到最乜茶出來嘅味道嘅地方咯。有一東西啊，嗬。見最主要，我哋台灣有關嘅茶嘅改良茶，研會去研發品種，可唔可以跟人去把分享？嗰個我哋自家嘛，自家係研究自家啊。那個呢種東西可以自己研究，參考，可以講有道理嘛。因為有個山茶哦，鬼快做嘅東西啊，比一茶種哦，山茶鬼快做。山茶嘅因為哦，一走水。不快走水，所以個要走水可以專業人嘅湯食啦，嚇，總點要第一隻嘅。嗰時也鋪貨嘛係算是名啊，嗰叫試啊，嗰叫能試出來嘅。我時間東西啊，嗬，每一下嘅種種嘅要後加太過幾簡單啦。我哋試飛機，我講兩下我要試飛機，又冇可能嘅呀。我時間一名個叫，好，我去練成音。沒還有成功嘅咧，所以講我失敗能會成功啊。過咗嘅呢就一本國內行嘅人，學呢個藝術茶做得唔好，冇講藝個好念，一種藝術到藝觀音學安尼唔錯。因為一本觀眾睇下個人嘅口味，如果藝嘅答案，藝這個喺度改進，改進後就再練。就變成咗什麼？就一個天味啊！因為我這個見下本來都有一比我又擺拍茶啦，嗬。其實我幾時時都發現到，有啲茶一開始真係都有一啲我哋講甘甜嘅味道啦。甜水。譬如我想問下，有啲我哋啲人生嘅山茶嚟講嘅話，係咪能可以做拍茶？那種茶攏做得做啊，烏龍茶嘛做得做。拍茶呢啲工序啊，人哋講嘅工序啊。所以講，撇起貨嘛做得做一種拍茶。嗰種嘛人自家嘅山茶會現在開始
用做泡茶也被用茶種。因為以前泰州就有做泡茶，啊，好多人講泡茶用泰葉的做泡茶，會甘甜啊呢，會甘嘛，啊就對咱爸爸講，無來做看啊呢，做下伊，咱哋吃過來說，哎呦，會甜哦，真是個做甜水啊呢，貴奶泡。係啊，冇錯，其實貴甜水嘅感覺啦。但是問題係講，除咗譬如講到一個問題嚟講，伊講即個，我同爸爸講，我哋係咪來試看看做泡茶？佢哋做泡茶以前的山茶都用做什麼個茶？因為啊，時代進步咩，俺哋人嘛進步，冇錯。好，所以個東西品質好，很對時代啲行嘅，俺哋嘛有個新的做法，口味嘛要保留啦，嗬，可能要再點創新，有創新一定有嘅啦，做安尼，可能過了稻米可能也一般的觀眾嘅接受度多樣嘅。咁做泡茶有部分有乜嘅特別難嘅冇？難講難簡單跟難量就是差唔多。因為睇到講過未啊？氣候啊，相當重要。嚇，主要唔可以落雨。溫度要過保持安尼。嗰時突然都講緊到講係一禮拜冇落雨，然後摘嘅以後。開始做茶時間都唔會有乜嘅偵查係咪？那還有那程序問題，還繼續要做。讓我講，還有程序的，每個狀態按要會啊，又係變啦，嚇，該反對的我對，好還有啦，好東西要按來談那些擺起吼，就好誒，呢冇可能嘅事情。呢啲好東西啊，吼，呢啲該複雜啦，冇講。我哋前日講講嘅，家你喺咁啊，好簡單，大家嚟種茶，冇可能事啦。咁曾經講，譬如講啊，茶摘下來，結果喺製茶嗰場地方，結果佢一擺全部都保守起嚟。用正常嘅，佢正常啊？正常。哦，係哦，咁慢咯。係哪一份嘅出嚟問題？我邊講，都唔係多啲多嘅氣溫大啊，一下茶得到唔到起嚟啊。哦，嗰種唔係講摘茶時間冇落雨。喺做茶時間嘛冇落雨，人家空嘅時間也就摘過嚟，也就冇落雨啊。好，嗰時真係關天時是吧？幾禮拜都做唔得落雨。嗰時等於對於摘茶到製茶，最好冇落雨啦。係濕土都鬼變。可以用啊你，嗰時萬款手機啦，電視個氣象報告，一禮拜挨多挨茶有摘，多搶時多，我就嚟摘。如果嚟摘做泡茶，冇啊嗬，就那都要時間，那多。佢一般來講，一年地波，馬個季節過適合嚟製茶咯。製茶幾年都喺度做茶。但是捱到颱風，7、8月你嗰度颱風啊，你禮拜落雨，禮拜落雨就做冇辦法，摘茶就冇辦法。係啊，對講7、8月你其實都唔適合嘛。係啊，颱風就要3年啊。春冬兩季可能過。春冬一定要做嘅啊，冇做到就冇茶。係啊，嗰時我哋常常看到都春茶、冬茶嘛，因為喺台灣嘅話，都可能有兩個季節都唔會落雨啦。喺冇到夏秋嘅時間，你看夏天都陰熱，一天嘅時候陰熱到一路颱風嘛。啊，有時秋天一嘛，我今年嘅颱風一般都是陰熱嘅，可以係。嗰時等於你講。也前面春天、冬天呢兩季其實最好是最適合做茶，同時做茶時間嘛唔可以有落雨。但同時除了落雨啊件事情吧，有乜嘅會影響到製茶過程？咱講環境啊，天氣嘛會影響你來講咧，冇用化肥天氣啊，像咱就有機嘅茶園啊，冇用東西安尼。所以茶樹也會自己去找那個礦物質啊，奶奶講，我爸爸講我請礦物質的時候，水嘛自己去找呢，沒奶奶講葉皮啊那意思嘞，葉皮的茶就冇安尼甘甜安尼。哦，吃得出來。吃得出來。哦。嗰時等於都講，其實不用一個天生天養的茶，亦都會有個自然的一種甜味。也好。品種好，嗰個管理啦，總點講嚟講都差唔多咧。有啲茶一定甜嘅，有啲人會講你不用糖喎，我難以發音嘛。
哦，就反映就指標準咧，冇就聽來講，我冇講唔反映嘅，做唔定講唔敢來反映，哈，就很簡單。但是家中講安尼天生天養的吧，量怕冇辦法拿到佢睇呢。重點，我哋講質，我冇你講量。係啊，因為我講質啊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我量很好啊，吼，冇可能咧。質好啊，量冇多啦。我量多質就唔好。也要對起啲啊。咁如哋如講，嗰種嘅見面嘢，如果佢好講啊，冇一度可以買。係啊，都冇嗬，你佢現實的事情嘛。係我見面如喺我下量嘅人嘛，係咁樣，冇一度量可以買。重點嘛，嗬，本身啊，嗬，我要堅持。堅持一種嘅咧，係唔會堅持啊，我皮條夫婦嘅我嗰度量呢。要不就堅持。一定要堅持，定堅持就說。那我有答案，好答案本。迄個運動書做嘛，我鼓勵聽書做茶。爸爸講冇人聽書嘅啊，搶冇人啊。但是你其實鼓勵唔好咁我落個情況啊，爸爸要唔使有嘅，要唔吃皮，要無量，要砸到尾死。係，要看電視。係啊，要做規劃組啊，鼓勵就上去上班咧，我上去食嘅。嗱，爸爸講冇人咧，真是唔食下冇嘅。多餘就冇呀呢，嗰陣係體育台。係啊，嗱都講哦，嗱要唔可以做茶，阿公咗可能冇做茶，如果做茶佢辛苦。啊可以啦，阿公唔攀得啦。我去上班，哦去攞杯上班，冇第一邊做茶。誒都話爸爸講，阿公可能冇做茶嚟，而在做茶呢。係啊，鼓勵要推廣就又有成績出來。可是你這個有慢慢嚟去接觸咯，爸爸技術嘅問題嘅部分冇，做茶技術嘅部分。有啦，基本咧攏相同啦，但是可能會變化啊。哦，茶街常會講，有乜嘅茶？哦，做看啦。做看啦。以前像一種，嗱，古嚟就一種山茶。一種山茶。係，山茶呢，面就講白公茶啦、生茶、貴腐貴釀。係。嗱，就對阿爸爸講，有啲茶我買萬年啦，伊講買。人哋鴉片咧研究好誒，阿公一年都試過山茶誒，萬年試白公茶。係啊，後背嗱又開始改變啦，嗱又去攞杯看嘛。哦，年做在做紅茶，嗱爸爸就開始做紅茶，係做埋個茶，嗱就試看啦。嗰個其實對爸爸來講話，有安尼技術，什麼你做紅茶嘛可以，要做白茶嘛可以，但是愛學啊，愛學係。我們騙人，我做紅茶嗱，爸爸去上課嘛，我看下紅茶攞嚟做。係就吃可難咧。嗰時候慢慢地對以前嘅人嚟講白公茶，慢慢地行到而家無腔嘅茶種，無腔嘅一啲品種嘅出來啦，嗬。對啊。嗰時候其實做茶一件事情，嗬，唔單止算是一啲經驗嘅一啲事情，同時亦嘛要多學，多去看看無腔嘅世面，休息下我下檔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嘅故事哦。我古來福起來嘅，上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台灣人參山茶嘅一啲成員，我哋煙火哥還有來嘅培訓來到我現場，同我分享講，一定用嚟做白茶嘅。我所想問一下煙火哥，因為其實佢今日一排一定喺你前面咧，嗰種係以前曾經一次有做過嘅茶哦。也就也按照種茶，也就之前咧。係之前咧係傳統嘅，係哦山茶。啊山茶最早係山茶。然後係強茶，就做強茶，然後紅茶，然後滷黃茶。哦，嗰種從一滷杭做一道茶來講嘅話，從頭到尾咧，譬如有講到講，其實如果以外面學嘅都即係試用即係嘅山茶來做係咪？錯，我冇用配種嘅茶。所以講，從我一種嘅做法嘅茶，配啲茶做，譬如方面鹽湖嘅嗰個險險，因為人市場沒人去買哦，你去買畢業去啊，用茶多，亦講唔行嘅。哦，依邊個泡沫要呢個，依個冇泡。但因為其實真係都可能講做出來嘅方式共樣啦，但是冇共樣嘅茶種，共樣嘅方式做出來，真係冇味道都冇共樣啊。係可能而家啲做茶啊，
高出的土地做茶一定還會有差別的。不管用高，還能有差別。一定呢，一定。每一筆茶冇可能相同啦，可能設定都一模一樣，冇可能的事啊。一路茶最迷人的地方啦，冇共用的茶，冇共用的茶，冇共用的地方的茶，冇共用季節的茶，好，甚至用共用方式做出來的話，共用買紅茶，冇講共用紅茶，共用嘅強茶，米都完全冇共用。也都真是從頭都講，有時某個年份的茶。好，同時喺某個溫度季節的茶，其實有講到今年本身是幾好食。佢從來嘅過程，你們像今年我哋燒嘅我哋呢陳茶，而家蘇杭拿路亞擺嘅我哋燒嘅陳茶，我先試一下味道。其實當初一開始時的味道都幾香，但是也會甘甜味，又有一些冇共用，好沉悶一種甘甜味。但是怪怪嗰個，伊做乜的陳茶呢？顏色啊，以前茶街常用顏色啊，佢沖嘅咁嘅色安尼。但是也還算是拍茶一種哈。唔係，也就台灣特別一種茶呢。好。也茶街常嘅。但係如果更加除了拍茶以外，又有啲還有我哋前面的茶種以外，以外其他有啲新的陳茶。陳茶。佢中一種嘅茶種來講嘅話，一般來講我哋消費者按樣去託以這個適合的一種茶種。就愛吃啊，這個意思。有的人主觀啊，米西就歸主觀的東西啊，以為好也跟米西以為唔好玩的。咁楊佛講咯，你咪講一般人用去選以這個好的茶。也個人也好，有的人是綠茶。好，有的清香型的，有的人說的五花八門啊，因為關於口味啊，吃油，吃油要種的東西，要種不能講的事，要以。這都好，咁不會好，安尼。你希望講多用一些，還是講其實海邊會專精，沒有一種茶種。我要保持山茶，你保持山茶。當然山茶係保持，可是講海邊做嗰種，譬如講做陳茶、拍茶啊等咧，紅茶甚至黃茶。也主要重點吼，因為山茶吼，我要傳承，還是要保持有種。也下去，我未必去當時品種。因為也好，我堅持下去嘅品種也好，以後消失起嚟吼，幾可惜。因為俺祖先留下來幫俺，俺呢有一種嘅基因要佢保持下去，所以我會來傳下去。有啲東西又唔係突變，好嘅東西。當然冇錯。所以講俺呢一天要佢保持。所以講也可以騙啦。你我也冇法度，要慳冇。做下一就會做嘅，做下一都做，因為頭頭要講嘅啲關鍵嘅一啲事情啦。因為同你這個咪看到講，對古來以後對以前嘅人哦，譬如講爸爸做嘅對白貢茶，後來你希望講伊可以去試做無共用嘅茶。係啊，嗰所以嘛，其實嘛要慢慢嚟學習到更加學個。要按到無共用的一種我哋講品相啦，吼。但是對於更加年輕人來講嘛，等於你講更加有按到嘅產品咧，吼。咁等於咪講一條產品，怎樣去推廣本土嘅人啲？你講行銷嘅問題啦，就去參展啦，然後會台北邊參展啦，就跑俾你試啦，冇用講嘅又談你唔啲啊，談唔實，有三年講啊，買個強茶。伊嘛唔滴強茶，因咧滴泡沫紅茶滴波嘅東西，飲料店咧有冇？伊就滴。各位講係粒落係。係嘛個茶伊攏滴，用人嘅泡就談唔實。係啊，唔係就紅茶下要安尼。我哋而家嗰度茶嘅知識都可能喺泡沫紅茶店同我哋搞啦，乜冬片啦，乜東西。但是你真的泡冬片，其實唔滴，因為伊哋熟悉嘅如果。伊的重重意思咧個點嘅地方，好幾多的冬片，但是你真的泡冬片，必須冇得講冬片，係多毛的冬片，伊冇啲。冬片啊，哈，就也算咧冬天差唔多嘅時節季節，名詞差唔多米方嘅啦。冇錯，冬片。冇錯，係如果按你分咧，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都可以做茶。所以講後來建做有嘅。紅茶是一個名詞啦，口味每條牌紅茶，做法發酵全部其實冇相同，所以有紅茶嚇，差唔多講嘅白紅茶因為就會
以及不黑人俺都知嘅吼，水氣過多啊吼，多風沙過好，唔係講嚟踢走嘅用水裝水裝唔得了，啊自然而然啲天氣下刷起來嘅天然嘅水分，拿塊包。作為水氣啦，有風沙就會做開好。看頓甜食，無得講今日甜食，我就愈來家聽講，今日批茶，愈來做乜個茶？你做一啲最適合嘅茶。從按用甜氣候啊，吼，嚟變化嚟做把茶。所以講定款甜食，係因為款甜食也氣象。嗰時等於講冇辦法講，譬如講我預約明年的什麼茶，冇辦法，沒有辦法，因為其實真是嗰種啊，明年都冇那些甜食。以前買茶嘛講，送擺一瓶啊個冇，都要一天冇啊，係啊，因為個品質的事情冇辦法，冇辦法預約講啊，明年買那茶哦，冇辦法，因為甜食嗰種講都是些冇那甜食嘛做唔出那茶是嘛吼。但是頭先我哋有講到講，其實其他人強人對茶嘅一個部分。唔認識，好，其實你睇部分吼，其實睇外人咧，即係講聽日本嘛係人哋啦，佢見我哋上到會說買個抹茶啦，買個，但是日本人如果厲害啊，如果出嚟講人哋講，把個茶啦，吼，用鳳酒硬嘅呀，去做，然後做嗰種鳳酒樣嘅喲，然後一個嘛1000個元咧，後講買個最好嘅芒果茶，因為等於你講其他茶是有用嘅，伊啲解脫，伊啲攏人哋講。一般的市場，吼，我哋以另外的咧手搖飲的關係啦，吼，或者他一路過多講我哋這個低價茶，另外一啲路真是路，講嚟講金字塔尖端嘅部分，吼，大部分也會真是拼茶、英式茶，好，甚至會托茶嘅養分那個東西都會成那啥。咁譬如這個因為講人哋茶嘅產品來講嘅話，是他們用嘅一種消費者咯。一般泡茶道的老師規好難要種茶。搶愛嚟講冇無毒的，你話講我無毒的，哦，也品質又因嚟講很好安尼。還有商人會好奇啊，講一下陳茶嚟講，陳茶係嘛嘅？因嚟看到一個陳茶兩個字就講哦，是坤啊。對，貴講嘅是啦。琥珀色。就一下消費者哦，因嚟會坤茶。因嚟會先講，看一下你咧做嘛嘅茶。也你嗰度唔係散茶嘛嘅茶，係啊，你嗰度像烏龍茶呢，其實人哋就分做講大喬木嘅，人哋散茶就大喬木，大喬木、小喬木嘅茶，啊烏龍茶就灌木嘅安尼，人哋會對人講教導員，人哋會講食農教育哪會搞啊，所以人哋茶園特別看人哋嘅茶樹。不是人家意思是講散茶嘅樹嘅個台，大喬木嘛，小喬木如烏龍茶嘛。唔，大喬木嘅人哋最早就大喬木，就佢從來太樹安。啊小喬木人咧，也種嘅就叫小喬木。你人哋看到天上看到人哋灌木哦，人哋喬木差唔多一點陽光。就散茶差唔多小喬木啦。對。哦，嗰種其實按你來講嘅話，其實慢慢地透過教育，其實我哋咧。消費者嘛會，我慢慢會提高以這個時代茶係乜嘅情形。所以總統有講到茶道一件事情，因為從這個係咪有上講，伊可以實也課程不太嘅認識，用茶道來認識飲茶。有啊，那也本來就有教一個茶道，那本身就有開一個課啊，學生會啲也係乜嘅茶，唔係講像靈魂哦烏龍茶啊烏龍茶係乜嘅茶。所以茶道底部會搞乜個東西啊？會搞泡茶，係，還有搞地講，也個乜嘅烏龍茶，乜嘅散茶，紅乜太入中西入中嗰啲，也就人哋基本功啊，我啲按落去看日嘅茶葉辦嘅。咁每啲茶型以這個泡嘅時間冇共樣係咪？冇相同。嗰時睇嘅一地本嘛會教他噶，係會教講，一講烏龍茶會泡1舊嘅，人哋教嘅啦，水溫時間製茶量。水溫時間製茶量，也就人哋教嘅，嚟老師教嘅，也3方唔會吼，泡乜嘅茶都做得。嗰時都聽講，其實對泡茶地本嘛去了解到，而咩泡嘅茶都係很用嘅一種茶葉哈，同時也係做茶，伊啲果茶啊，你用一朵水，然後可以泡出最好嘅一啲味道。對，煙火哥得獎嘅呢，海鋪一樣嘅呀。海鋪啊，慢慢地上，唔可以慢慢地上，時間行過日哦。海鋪一樣一樣嘅。有啊吼，你講哎呀，要做就做啊，嚇，還要思考啊。
好，當然一隻嘅好啦，冇唔錯啦，但是講起來講幾隻，拉會睇夾夾廣告，未講啊，對學習嘅講呢啲產品出來呀，哈，實在也要時間，要相當時間，我聽強調過咩？我不如先去吃，好，因為俺哋一種產品研發到安尼也好，已經花嗰度精神啦，冇錯，係要花精神時間啦。可是看完節目，觀眾朋友有冇發現到講，也種人能過彈性、過韌性，同時嘛過難得有一啲善良嘅台灣人士嘅審查，其實以透過我哋煙火國，係我哋配合也努力地方，慢慢地去行出自家有一啲本土嘅嘢去認識伊嘅路。但是觀眾朋友希望講，可以提供台灣嘅人士嘅審查，而係樣嘅一種情形，嘛可以當我哋美濃落去親親看啦，都係台灣人士嘅審查，而係美圖。很用誒，今日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好，感謝大家。休息一下，我哋聽下啲現場來強化運動哦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當我哋面書、網站，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